聖經尼希米記9章28節，但他們得平安之後，又在你面前行惡，所以你丟棄他們在仇敵的手中，使仇敵轄制他們。然而他們轉回哀求你，你仍從天上垂聽，屢次照你的憐憫拯救他們。呢個咧係以色列人歷史嘅嗰個寫照。佢哋平安嘅時候忘記神，拜偶像，唔守律法。當佢哋咁樣做嘅時候，神就將佢哋交在仇敵當中，仇敵轄制佢哋，佢哋就哀求神，神就垂聽佢哋嘅拯救，嚟到去拯救佢哋，幫助佢哋。當佢哋蒙拯救之後，佢哋知道應該敬拜嘅係神自己。神嘅憐憫俾我哋充分嘅見到就係神喺天上垂聽佢哋嘅禱告，幾多次都好，神都垂聽佢哋嘅禱告，屢次照佢嘅神嘅大憐憫拯救佢哋。我哋嘅神係何等嘅豐富，依靠佢。我係鄧英善牧師。